大家知唔知道林峰原本係想做舞台劇演員，本身唔會出演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。今日就分鐘時間同大家分享關於林峰嘅冷知識啦。林峰係一位1999年出道，同時活躍於歌影視三棲嘅全能藝人。不過你可能唔知道，佢初入行頭2年其實只係做臨時演員，直到遇上改變佢事業軌跡嘅電視劇《美味情緣》。當時劇情需要一個離島長大嘅青年角色，監製偶爾喺化妝間見到皮膚黝黑嘅林峰，即刻覺得佢同角色氣質超級吻合。呢次嘅機會成為林峰演員生涯嘅重要轉捩點。最近佢主演嘅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亦都有一段趣聞。原來林峰最初並唔係監製心中首選，但拍完之後，所有人都認為佢簡直同角色完美合體。12歲嘅時候專程去上海學唱歌、芭蕾舞同吉他，仲曾經喺廈門音樂比賽拎到冠軍。雖然以歌手身份廣為人知，但佢曾經透露終極夢想其實係演出音樂劇。機緣巧合下，鸚鵡娛樂董事喺世紀金曲演唱會睇中佢嘅潛力。出道後，愛不夠、愛在記憶中找你、錯等等金曲橫掃樂壇，更喺2009年成為千禧年後首位喺紅館開個人演唱會嘅歌手。而今個星期即將返到紅館嘅舞台。大家仲有冇其他藝人嘅冷知識想知道呢？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啦！